如果当初那个人离开我们的时候，你没有一次次的跟我说，都是因为我那个人才会离开的，你也没有把失去婚姻的痛苦全部怪罪在我的头上，或许我们的关系就不会像后来那么糟了。为什么做错事情的是男人，到最后却是两个女人在互相伤害呢？妈。妈。那现在呢？如果我再问你一次，对于这份工作有什么心得体会，你准备怎么回答？最近这2周，我在殡仪馆的各部门轮岗，遗体接运车队、火化班、宣传接待处，我看到好多崩溃的家属，他们是突然的崩溃，前一秒还在极力的维系着基本的理智，后一秒就不顾一切的宣发情绪。他们痛哭、撒泼、甩我耳光，又或者拉着我的手，对我鞠躬，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他们要不然就是喋喋不休的讲述，要不然就是千辛万苦的遮掩。不管是怎样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去的人安心的去，活的人安心的活。反正不是某个瞬间，我就是突然有一点明白了，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。
我越明白，好像就越不敢。我想，殡葬行业之所以存在，不仅仅是为了处理逝者的遗体，更是为了告慰生者的心灵，去抚平伤痛，让他们看到亲人在死亡中所获得的尊严和平静。如果像我之前说的，只是一味的挑战高难度的入殓项目，那是把这个行业看得太浅了。熟能生巧的技艺可以培养，但对死亡的共情和理解不能。我知道你们对我心存疑虑，但我还是想说，我赵三月不是冷酷的机器，我只是需要时间去成长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老刘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别，我说话，师傅，师傅，这演哪出啊？明天就转正。